你睇唔睇得出呢隻係咩作品嘅公仔啊？睇到啦，呢隻咪係蒙面超人 Double 嘅 Cyclone 足夠形態咯。幫我閂咗 B 房嘅玻璃罩燈。已關閉玻璃罩燈。睇片頭都知啦，今次嘅主角就係手機 App 版嘅 Gemini。對比之前嘅 Web App 版本，佢有好多功能。不過開始之前，喂，打聲招呼嚟咧。大家好，我係 Google 嘅智能助理，好高興可以喺 Price YouTube Channel 同大家傾偈。我可以幫你揾資料、解答問題，仲可以同你吹下水咁樣。如果你睇緊我哋嘅影片，就記得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再撳埋隔離嘅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消息啦。上星期 Google 就突然宣布旗下嘅 AI 服務 Gemini 將會逐步開放俾香港用戶使用。另外指出未來都會開放埋 Gemini 嘅 App 版本俾香港人用。估唔到先1個星期啫，唔單止 Web App 版本已經全面開放，就連 Gemini 嘅手機 App 亦都用得啦。咁我哋之前都已經出咗片，初步咁講 Web App 版本嘅 Gemini 可以幫到大家做咩啦。咁手機 App 版除咗唔使開個 browser 出嚟都用得之外，仲有啲咩值得你花多幾分鐘去睇條新片呢？嗱，呢個 App 而家無論係 Android 定係 iPhone 都用得噶啦。除咗 Web App 版本都可以用到嘅文字對答之外，另外一個喺2個平台都共通嘅功能就有呢個 Gemini Live 啊。Gemini Live 係一個 AI 語音對答功能，佢嘅反應同流暢度咧都係目前香港人用到嘅 AI 工具當中數一數二嘅。唔單止咁啊，只要你打開相機或者分享個畫面俾我仲可以根據睇到嘅事物去同你進行即時嘅溝通㗎。係咪真係咁犀利？即刻同大家試下佢啦！你睇唔睇得出呢隻係咩作品嘅公仔啊？睇到啦，呢隻咪係蒙面超人 Double 嘅 Cyclone 足夠形態咯。佢個頭好特別，一邊係綠色，一邊係黑色，代表住另一個變身者。而呢一個閱讀畫面嘅功能喺打機嘅時候，亦都可以幫到手㗎。我入到去研究室入面見唔到大木博士，我要點做啊？如果你入到去研究室裏面揾唔到大木博士，可能你要先去草叢嗰邊試下，或者離開個陣試試。通常咁樣做就會觸發劇情，博士就會出現㗎啦。你試下咁做，睇下得唔得？就咁聽佢嘅對答，都大概知道 Gemini Live 其實已經辨識到廣東話㗎啦。只不過聽就 OK。講廣東話咧，對佢嚟講都仲有些少難度嘅，成日都會出現啲鬼佬啊或者係淡仔口音咁啦。蒙面超人 Double 嘅主角有2個，分別係左重泰同費葉部。費葉部負責提供情報同分析，重泰就負責戰鬥。只不過如果係用英文、日文、西班牙文又或者係普通話嘅對答，佢嘅口音就完全冇問題。如果你係想用嚟練下唔同外語嘅聽同埋講，佢就絕對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對象嚟㗎。I've noticed that DJI have released their 360 drones. That's right. DJI recently announced the Avata 360. It looks like a big step up for creators, with 8K video and the ability to capture full 360 footage. Are you thinking of getting one, or just keeping an eye on the market? 除咗呢個 Gemini Live 嘅功能之外，手機 App 版本嘅 Gemini 同 Web App 嘅最大分別就在於操作界面嘅體驗同埋連動性。Web App 版本界面上其實仍然都係比較接近傳統嘅 Chatbot 嘅，再加上有 Canvas 呢一類型會將畫面劃分左右兩邊嘅應用，係適合坐定定喺電腦前面使用嘅。例如係處理比較大型嘅文字編寫，或者係寫網頁揼曲嗰陣就會相對實用。至於 App 版 Gemini 嘅價值，基本上就係將智能電話嘅功能發揮得更加極致。不過都先至聲明啦，呢一種方便咧，其實暫時都只會喺 Android 機上面發揮得最好嘅啫。事關對第三方權限睇得比較重嘅 Apple iOS， 就只會將 Gemini 嘅作用局限喺 App 入面，亦都唔可以用到簡單嘅語音指令去喚醒，變相令到 iPhone 上面嘅 Gemini App 體驗同 Web App 版本分別唔算好大。頂多就叫做多咗個 Gemini Live 俾你用咁咯。要做到 Gemini Live 以外嘅功能，各位 iPhone 用家都係乖乖地等 Apple 俾翻個持續年幾2年嘅升級版 Siri 你哋用啦，又或者直接轉用 Android 機可能會快啲。咁Gemini App 版本喺 Android 上面仲可以做到啲咩呢？以下就同大家講幾個都算實用嘅功能啦。
Android 版本嘅 Gemini App 除咗可以直接讀取成個畫面，仲可以睇埋你瀏覽緊嘅網頁內容。喺見到長文章或者新聞嘅時候，可以直接長撳側鍵揾翻 Gemini 出嚟，叫佢總結內容、翻譯內容，又或者對頁面嘅內容進行提問。呢一種流暢同埋隨傳隨到嘅操作體驗，係 Web App 版本目前完全俾唔到你嘅。上一次我哋都提過啦 ，Gemini 係可以直接 call 到 Google 其他服務去進行交流嘅。而嚟到 App 版本，喺呢一個能力之上，佢就再可以調用 Android 系統入面嘅其他 Apps 或者功能。最簡單嘅就係用語音去打開某一隻 App， 例如係 OK Google 打開 Uber App， OK Google 打開 Price App。雖然早前發表嘅 Android Automation 功能就暫時未正式實裝，好多 App 都只係可以用語音嚟打開，而未可以喺背景幫你自動做嘢。但係有咗呢一個開 App 嘅方式，都已經方便過抄晒成個 drawer 去揾某一隻 App 出嚟㗎啦。而呢一個語音操作其實亦都對應某啲 App 嘅操作，其中 Google 嘅服務當然都會得到最好嘅支援啦。舉幾個簡單嘅例子，例如係打開 Google Maps 進行導航啦，喺 Google Maps 度幫我導航去世貿中心，向東北行，然後轉左。搜尋一下背景播緊嘅係咩音樂啦。我想知道背景播緊呢首歌係咩名啊？甚至係叫佢幫你揾平機票咁。可唔可以幫我揾下4月1號出發去到4月7號回程最平嘅東京機票啊？都可以完全唔使用手打一隻字嘅情況之下，講幾句就做得到。另外 ，Google Home 智能家居嘅整合亦都明顯對比 Google Assistant 嘅時候更加好，只需要講一句就可以操作到已經設定喺 Google Home 入面嘅智能家具。幫我打開 B 房嘅玻璃罩燈。已打開玻璃罩燈。順帶一提啦，有一啲大家常用嘅 Apps， 好似係 WhatsApp 咁，都支援用 Google Gemini 做語音操作，例如係簡單 send 個 message 咁啦。總括嚟講，今次香港區 Gemini App 嘅全面開放，代表我哋嘅 AI 步伐咧已經完全追上咗國外嘅版本，大家亦都終於可以體驗到 AI 點樣改變我哋嘅日常生活。但呢一個咧，僅只係開始嚟嘅啫。以 Gemini 為起點 ，Google 仲有好多服務令人非常期待嘅。例如上面都提到過嘅 Android Automation 類 Agent 自動操作啦，又或者係非常多人都知嘅實用智能筆記 Notebook LM 等等，如無意外都應該會陸續開放俾香港用戶嘅。聽落係咪都非常期待啦？唔知各位喺 Gemini 呢度仲有咩玩法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歡迎喺留言度同大家交流一下，我哋會繼續密切跟進 Google 各個服務嘅更新。有興趣跟進唔同嘅 AI 工具潮流嘅話，就記得要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再撳埋隔離嘅鐘仔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